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才能够有盼望；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才能够有未来。哈，那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手借给我来。耶稣真有活，耶稣真有活，他的宝血能救赎我，他的能力能释放我，他的生命能赏赐我，因耶稣真有活，耶稣真有活，耶稣真有活，他的宝血能救赎我，他的能力能释放我，他的生命能赏赐我，因耶稣真有活。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相信说耶稣真有活，他是复活的主？如果你相信，你就会领受宣告说主的宝血能够救赎我，使我们从永死变成永生。他的能力要释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的生命要给你直到永恒。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说他是复活的主，他的宝血，他的能力，他的生命能够复辟我，能够充满我。一起来。耶稣真有活，耶稣真有活，他的宝血能救赎我，他的能力能释放我，他的生命能赏赐我，因耶稣真有活。最后来，耶稣真有活，耶稣真有活，他的宝血能释出我，他的能力能释放我，他的生命能赏赐我，因耶稣真有活。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才能够有盼望，能够向他祈求。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这是诗人对神的颂赞还有祈求。我们感恩，我们也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感谢赞美这位上主，这位上帝是美善的，是慈爱的，是在你伤心无助的时候能够成为你的安慰。他能够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来归向他，他拯救义人脱离他们的苦难。我们要承认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软弱，就好像最近我们在看士师记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哇，那个灾难就来。当他们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神就差祭司差士师来帮助他们。我们要为着我们罪，为着我们罪的忧伤来求主安慰，求主来拯救，求主来赦免。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是慈爱信实。主，因你是在我们患难中无助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的神。谢谢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盼望的当中，因为主你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因为主你在我们当中掌权，所以我们能够交托，我们能够得着怜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神的面前，能够大大张口，你大大充满。
谢谢耶稣，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未来永生的救恩。谢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因为你的信实，直到永恒，直到万代，让我们有机会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拯救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永恒盼望国度的子民。谢谢主耶稣，因为你复活，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你宝血的遮盖，你的救赎，你的能力赐予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在于你，我们盼望在于你，我们力量也在于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而不是看见我们周遭我们身上的这一些困难，这一些的患难。求你帮助我们，不把这一些患难放大，而把你缩小。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继续来为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我们来祈求，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要再请大家在读的时候说：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当你用上帝的话来宣告说，本来是诗人的，不对，现在成为你的，好吧？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我的性命，我出我入，耶和华要保护我，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祷告，可以吗？你把它宣告出来，把你改成我，说啊，我要出，我要入，求上帝，求耶和华保护我啊。出入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为着我们各项的需要来祷告。你的身心灵有这样的一个软弱需要，在我们的婚姻感情产业，你需要被祝福。除了你之外，你可以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的亲人。你知道你属神的人，儿女们。神给你有这样的权柄哦，信的人有神迹什么奇事随着他们。如果你相信，你宣告，这掌管万有的主就要在你的生命来动奇妙的风。让我们在我们的事业、我们工作，特别孩子，可能这一次考得不好，但是最近还有一次。为他们来祝福，开启他们的心窍，敬畏上帝，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者会为你来祝福、来祷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站立，勇敢的站立，用信心来站立，来或者是坐着手放在你的心上，或者是不舒服的部位我们奉主名求主医治的大能，求主的供应与我们同在。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你是我们牧者，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主，因着你的慈爱，你已经预备了所有的救恩，所有的供应，要来赏赐给敬畏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求你的圣灵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谢谢主，你的灵启发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的真理，想起耶稣的话，是给我们信心，是给我们顺服的心，能够遵从。谢谢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这边，我们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当他们大大张口，主你大大的医治，充满赐福，供应他们。主，我们奉你名来到天父圣的宝座面前，这是
因着你的救赎，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过去我们因着罪阻隔，不能向你来祈求，但是因着你的宝血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能够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开口赞美，你的大能就充满；当我们开口来祈求，你的恩典就降下，使我们更有信心来向你呼求，不只是求，而是要颂赞感恩归于你。你就将平安喜乐归于敬畏你的人。我们要成为这世代的祝福的管道，让我们信仰不再一样，不再只是为自己求，而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祷告，来守望。我们不只是为自己求，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使用你要成为这世代的一个祝福的管道器皿吗？人若脱离卑贱的事，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哦，神就要使用你，大大在你的邻居、你的亲友当中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我们要一起为今天的主日，还有好多这些的服事，特别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这样的连结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都很会用手机，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找那个 WiFi， 对不对？如果你的手机是吃不饱的，对不对？有人说，哎呀，我的手机都吃不饱，对啊，有的是吃到饱啊。然后你吃到饱，你随时都可以连结哦。你吃不饱了，你就要去找这些 WiFi， 有没有 WiFi 可以免费的？弟兄姐妹，神给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管道，你知道吗？你随时可以跟他连线了。我们特别为今天台南神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奉献主日哦，为着讲员杨顺从牧师哦，他从台南上来，也让我们为台南神学院来祷告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过程当中，能够培育更多好的牧者来牧养带领他的教会。我们也为了中午有临时的这个就是有小会我们在隔壁33号的2楼我们要进入到议价，然后装潢了那可能有神给我们，因为物价一直在波动，你知道原物料一直在涨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装潢的预算然后让我们有智慧如何在那边有好的这样的装潢那我们有一些的传道部会，这个礼拜3有祷告见证会，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我们的青年牧区的领袖小组周6圣礼点的这样礼拜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也为了松联大学，我们透过松联大学成为祝福社区百姓的一个管道。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顺利的开学，还有就是周3中午都会有一个午餐的约会，就是让这些慕道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社区的朋友，他们借着午餐跟他们聊弟兄姐妹跟他们分享很多人他们心都很柔软，甚至在问什么那我的祖先怎么处理呀？那你就明白说他的心已经对这位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好，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为着刚才这些事项来守望来祷告，愿主的灵充满运行在他的会中让我们有如入切慕溪水渴慕的灵。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创造万有，你是生命气息，你也是看顾我们，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主，今天早晨我们来敬拜你，愿你来帮助我们专心的透过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我们将我们的身心的仰望在你的面前。
赐下你的真理，开我们的心窍，让明白也能够用顺服的心来遵行，走在你的正道上面，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谨守主你的话语。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早晨，主，我们来同心合的敬拜你。主，当我们同心合意来祈求，主你的话语允许说没有不能成就的。谢谢主，让我们真的是透过你圣灵的感动，来对你的真理明白，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因为你赐下丰盛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要赐给你的百姓，赐给你的儿女，赐给我们信心大的信心来支取你属天的应许。让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是大大被充满，不是空空虚虚的回去。谢谢主，让我们一起真的是经历到你同在所带来的丰富的恩典。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教导我们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知道，我们要爱我们喜爱的人，我们很容易；爱仇敌跟逼迫我们的人更加的困难。我们只有靠主来得刚强。让我们一同来敬拜宣告，主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拯救，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Amen。来帮助我们，来向主的形象来学习。主，你是我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再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
凡事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再次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心在主的旨意，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让我们来活出主的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弟兄姐妹，请坐。父啊，我知一生命分。父啊，我知一生命分，我足以为排的。无论来日如何变更，我心必不由己。求主使我的心定心，以为主而生。求主赐我深实之爱，体贴他人之心，微笑欢迎快乐之面，轻视泪眼的恨。求使我心弦能安定，然后安慰他人。我心不愿倾覆遭际，怀抱无穷奢望。向前寻觅伟大功勋，探索神奇事项。愿主带我路，带孩童到我虚心前往。求主日日赐我力量，使我奋勇刚强，使我此生虽然如是，痴心忍受主吧。虽主卑微，我心满足，但求归主荣光。在主所定服务之中，我深觉无束缚。主将真理教训我心，使我自由安乐。为爱主甘之牺牲，乃见自由幸福。谢谢主，当我们赞美敬拜，愿你的宝座设立，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想法来敬拜你，但是主，你是灵，敬拜你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要让我们真的是用心灵跟真理或是真诚来敬拜你，因为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思意念，你想要我们怎么样对你的敬拜。谢谢主，让我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在这混乱
变迁不断的世代，我们的计划有时候赶不上变化，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但是我们确信明日由你掌权。谢谢主，让我们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支取你永恒的应许。恳求你的真理向我们来显明，真理让我们身心灵得着释放，得着舒畅，得着安慰。谢谢主，再次用你所赐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圣灵，求你大大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像鹿一样切慕溪水，渴慕你的话。接着你的仆人传达开启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必叫愚妄人能够通达，让我们的灵苏醒，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真道、你的恩典之路。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哦？我来欢迎黄应轩姐妹，在哪里？黄应轩姐妹，请站立起来好吗？这边哦，哎，我们欢迎哦，来，那同工好哦，所以我们邻居了哈，哦，我们国泰富都有好多弟兄姐妹住在那边哦。感谢主，我们愿主来赐福。还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那个国泰富都的弟兄姐妹可以认识一下哈，你们的邻居啊。好，我们也来欢迎今天的讲员男神台南神学院的这个老师哦，杨顺从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来欢迎哦。好，那其他如果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下主日12点会召开第404次的长执会，请各单位在3月24号前提出你的报告资料那若无法参加，要事先向牧师或者是我们的长执会书记来请假。我们5月1号就是今年度的第3次的圣礼典要受洗的要请在4月17号向牧师或者是我们的行政干事来报名已经有年轻人说牧师，我预定5月要来坚信你，我说很棒那弟兄姐妹你预备好，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4月3号举行清明追思礼拜。有人说你们基督徒都忘主那没有在拜祖先，你可以跟他讲说你错了，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拜，对不对？我们拜了最大的祖先所以我们会在4月3号这个主日来做清明追思的礼拜那如果你还没有填写这个追思卡的，你可以填写然后交给我们的干事。我们收件到3月27号。如果你有填过，就无需再填。我们在周报或者是我们的公布栏都有公布这个追思的名单。那我们3月20到5月29，我们下午2点到4点有门徒列车这样的一个培育之旅。上课的这些的用书等等我们参加稍微付上代价100块因为让你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培训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的补助了。那我们鼓励你受洗过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让区长、小组长推荐你来上这些的课程这些的参与这我们的门徒列车之旅。好，我们在这个礼拜3有祷告见证会弟兄姐妹他们经历很多的见证那把握住这一些的机会。我们的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那可以向
儿少卿的干事余文来提出申请相关的需要的资料，收件到3月27号。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6章35节，再一次来。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6章35节。好，那请同工注意一下空调稍微调整一下，比较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我们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特别也为了安神纪念主日，我们能够透过你来祝福这个学院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上帝，感谢您在这个不安的时代，因为有主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内心得到平安。主啊，因为有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得以活出主你的样式。我们在这里献上满满的感谢。我们也在这边祈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仰望主你，学习主你的样子。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成为馨香之祭，求主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之前，彼此来祝说上帝的爱大大充满你，上帝的爱大大充满你，请坐。我应该可以拿起来了哈。如果一场讲完，可能我没有办法呼吸了。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我今天代表台南神学院的教职原生以及董事会向我们教会来请安感谢我们的教会过去
对于神学教育的重视啊。我们现在来攻读啊圣经哈，上帝的话哈啊，请大家打开哈，如果有圣经，请打开路加福音第6章啊，我们要从27节好一直读到38节哈27节好，我们注意来看，我来读，好，一起来读了哈，应该是一起来，抱歉哈，我不知道大家要读了哈。我们好像华语都不好，所以还是要读一下。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要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因为你们也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连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便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以上。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主临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你的灵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来不是上课了哈，通常在神学院做久了哈，当老师久了哈，可能都用上课的方式了哈，但是呢，讲到要讲上帝的话，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哈。那今天我要讲这个爱仇敌，有打一个 question mark， 有没有问号？就是说，你可以爱仇敌吗？很简单的道理，有人打你的耳光，对不对？怕你脆配嘛，哈，你要不要顺便连打你的右边，你顺便左边让他打？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大家都很诚实。对呀，没有这种人呐哈。好，如果有人拿你的外衣，你甚至连里面的内衣都给他，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啊？我在美国就碰过哈，那个他们美国都有 garage sale， 知不知道 ？garage sale 就是说他要搬家了，什么都拿出来卖，连内衣内裤都有。我也是看了开我的眼界了哈，真的是开我的眼界哈。
我顶多是那种情况啊，没有指所谓的那个一件让给人家的很少，不是说没有，还是有的。好，那耶稣继续又说下去了说了什么？说了什么？讲了这些，还求给你的，你的东西都不要躲回来都给他，干脆都给他。天底下哪有这种人？有基督的信仰，但是这个不是说没有条件，还是有条件。你会觉得奇怪了所以我们就会有阿嘎贝领袖小组吧我不知道我们的运作怎样，但是我是觉得成立这种小组相当好，再重新再体会上帝的爱好，我们最近都在看战争片，对不对？什么战争片？这就是战争片对不对？天天上演然后看哪个比较厉害，谁比较厉害俄罗斯比较厉害吗？两个都厉害我听到了两个厉害如果看到乌克兰把俄罗斯的军队打得七里八花的，好高兴好奇怪了奇怪，我们是基督徒你喜欢战争是不是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好了，好像看起来他们有多大的冤仇了所以其实你如果从历史来看的话乌克兰跟俄罗斯其实他们有亲戚关系有亲戚关系。不过他们的仇恨我还是要讲一下他们不只是亲戚，这个亲戚是要打架的所以有位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这是部分的这是乌克兰的一位诗人，民主的诗人，他说了：当我死了的时候把我坟墓里深深埋葬在那辽阔的草原中央在我亲爱的乌克兰故乡让我听着大河怒火流淌，当河水把敌人的鲜血从乌克兰冲向蔚蓝海洋，大家要一致的奋起，把奴隶锁链粉翠金光，并用暴君的鲜血来浇灌自由之花。这就是他们的民族诗人谢甫琴科中文名我们欢迎他是那时候19世纪的人。不过这个诗还是可以代表现在乌克兰人的精神。为什么会写这个？我们一读历史其实他们传统上受到俄国的沙皇就是他们的皇帝嘛欺负啦，不是只有今天的而已，长久以来都是这样。难怪他们会很生气生气不是理由的啦。其实他们都有血统血统关系。我要说这个有没有血统关系？有没有这个男的他是俄国的飞行员，他的爸爸是俄罗斯人，他的妈妈呢竟然是乌克兰人他们很这个很平常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你想想看兄弟有多么的仇恨，恨到要什么互相杀来杀去的当然啦我们会想到最主要的还是从一个独裁者普丁这个普丁所引起的为了要满足这个独裁者的希望要害死那么多人我们想一下那兄弟之中的爱跑到哪里去了？从战争我们可以思考到很多问题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来想一下这个太早一点什么问题？我们不是说现在元宇宙吗？是不是很发达就是 VR 嘛，其实就是 AI 嘛，对不对 ？AI 知不知道？这个时代来临了那马斯克不是马克思马斯克现在准备要怎样说移民要到火星去了，但是呢，我们竟然没有办法
解决普丁有可能按下按钮，核子战争，多么进步的科技，有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你就觉得很奇怪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科技在进步，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人心的那种险恶。所以最近我有学生就跟我说了牧师，我说我们都会称牧师牧师，我能不能这样祷告啦？我说你要祷告什么啦？我基督徒我能不能祷告普丁赶快死掉了？你有这样记得不？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呢。基督徒能不能这样祷告？可不可以？所以我们心中老是有这个问号了。好，那今天的经文说到一个字眼，就是阿嘎佩。这个爱仇敌这个字，希腊文是阿嘎佩。那阿嘎佩是什么？是上帝的爱。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讲什么？其实我们要说阿嘎佩，我们就要从第6章的前面开始讲2个故事。有关什么故事？安息日的故事。第一个，什么故事？耶稣的门徒肚子饿了经过麦田的时候怎样把那个麦子拔起来，对不对？拔起来，捏起来了这个经文说捏起来，然后怎样搓一搓？为什么？有壳嘛。吃麦子，因为肚子饿嘛。哇，那些法利赛人就清清楚楚来，就在那里讲话了，讲了一大堆了。好，我们再另外讲一个故事。耶稣讲的这个故事，什么故事？一个右手枯萎的人，耶稣呢看到了，怜悯他，然后呢医治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那天是安息日。问题在吃麦子的时候是安息日，就不能做了不能做这些动作了。奇怪了，我们就很奇怪了好像耶稣很喜欢制造麻烦trouble maker 英语叫做 trouble maker 然后呢，对于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其实讲到这个是宗教人士要真的好好反省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成为宗教人士？宗教人士然后就在那里说耶稣做了不对好了，耶稣他说很清楚的说，他来不是要破坏律法，他怎样要成全律法，对不对？对呀，律法的精神在哪里？律法的精神不是在爱这个字吗？对呀，如果没有爱，你守什么律法都没有用。耶稣指出这个问题之点，就是这个爱。宗教信仰如果没有那种怜悯人的心，那不是宗教信仰。耶稣在强调这一点。你看到了一个人明明这个我在台湾很平常发生如果发生车祸怎么办？发生车祸，我大概5个月前在高雄发生车祸，人家来撞我然后说我不对我开车，因为我是大车，他是摩托车，所以我错了变成这样，好奇怪好奇怪那我没有报案旁边人就自动帮我报案现在台湾人真的很可爱你会感觉台湾人真的值得我们骄傲看到有那种情况发生，你由心而然自然的会有怜悯的心，对不对？对呀我记得20几年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台湾我真的很失望不守规矩红绿灯是参考用的，对不对到现在还这样吗？南部也没有了啦，不要讲南部了好，不怪我们的牧师为什么你高雄人高雄人抱歉其实高雄还是骑车太快了，我被撞还是骑车太快。欧多拜高雄是欧多拜的天下，我真的吓到了
不过一般来说，我看见我们台湾的进步，特别是很喜欢排队，对不对？什么都要排队，连那个什么那个饮料也要排队，有没有排过队？我们年轻人有没有排过队？然后还跟你说，还跟你说买一个茶，还要说你正不正常？我说你才不正常呢！有没有问过正常的什么冰？正常的糖？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我就心里油然而生。我说你才不正常奇怪，问这种问题，表示什么？台湾在进步了，这种爱在凸显出来了。耶稣跟我们说，宗教更应该要这样，怜悯人的心不是重要吗？好了，那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说，耶稣怎么提倡这种你让人家打耳光，随便让人家打的，好像无限量的，好像有这种东西。没有啦，好像是革命性的。其实我说这一点也不革命性。他说什么？这是应该的，应该人原来要有的面貌。他说的是这个东西，说的是这个东西。好，那另外他用了这个字眼叫阿嘎佩，上帝的爱。其实这个字眼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大概有4个字来说到阿嘎佩。第一个字眼，他说爱抱歉，他说爱有4个字眼。第一个 eros，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对异性年轻人这很多的时候是在讲年轻人对异性爱的含义了然后不要忘记了，因为有一个字我被打出来erotic 好色的这个字就从这里来的，表示肉体的爱，可能是感官上的诱惑，这种不是给予的爱，而是呢自己要得到服侍，接受享乐的爱。这种爱会牺牲别人，听清楚，是牺牲别人，有可能是这样。那第二种希腊文的爱，第二种爱叫做 story， 这种爱护爱护，譬如说我们当长辈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孙子很可爱，会不会扶一扶，羞羞呼哎？为什么这样？就是这种 story。譬如说我们看到了一种小孩子很可爱，我们会说very cute，英语叫 very cute， 很可爱，这种爱。那第3种爱叫做 filial， 就是说在神里面那个精神领域里面的关爱或是友谊，这方面的爱，很多人都有，可能是人的层次，听清楚，在希腊人的思考里面，这种是人的层次，最高层次的爱叫做 filial。譬如说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中的爱，般的爱，是人在人的层面上的爱，是人没有神的情况之下的爱，人可以做到的。希腊人认为是人可以做到的，只要做到 filial， 这种东西，那当然还有第4种爱，这是希腊人的思想，就是阿嘎佩，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说的阿嘎佩，阿嘎佩的爱是指上帝的爱，其实本来是说希腊神明的爱，希腊神是高高在上的，不是人间烟火的，不是希腊神话那种啦，不是啦。希腊的神是跟人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办法学到这种爱，但是耶稣却跟我们说，我们有可能。这就是说，人可以学习到的，应该努力来学习的。刚才我们有唱一首诗歌了，是不是耶稣的爱？那种叫什么名字？
活出爱，对不对？抱歉，我没有办法记住了哈，我只知道耶稣的爱怎样怎样，很多。还有下面更继续说，你可以奉献出来的，有没有？就在说这个啊，这是阿嘎培啊，有没有？我们刚才唱了一大堆，唱那么多，不是乱唱啊，不是啊，我们都有准备的。跟你说，你可以奉献出来的，对不对？对，没有错。这就是跟希腊人的思想不大一样的地方。其实有时候啊，我看了圣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困扰？浪子的故事有没有读过？有啊。其实浪子的故事的中心点，它里面讲了一点，当然不是最后了，最后那个大的儿子的反叛不是那个，是小儿子。小儿子那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回来了，他的父亲有没有接受？有没有？有啊。如果你家有这种小孩子，你怎么办？不准进来，然后把他踢出去了，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他要紧的跟一点，这是上帝的爱，好像看起来好像很高很高，没有错，最高。但是也慢慢在刺激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我记得我的亲族里面有一位青年人，他从小就娇生惯养，做什么事情他的父母亲一直呵护，甚至做错了没有错，都这样。后来怎样？去给人家绑票，然后呢，新闻出来了。我没有想到我的亲族还要这么出名，还通过报纸出来，但这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他的阿嬷，他阿嬷还是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跟这个孙子原本的心是好的。我吓一跳，我说阿嬷，你怎么不可能没有是非？应该有是非啊。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我当牧师我会回想到这个。原本的这种的单纯，这种的东西会存在。那我想到了，可能就是这样。路加福音所说的浪子故事，就在讲这些根本的超越，看起来是超越的，但是可以做到的爱。当然，我是说了，人不能是只有强调是非，但是是非之心如果没有爱，那不是是非，那不是是非。当你判别是非的时候，你心中要有爱，所以这也很有趣了哈。英文叫做 righteousness， 这是公义。我们一般英文你会说这是 justice， 公义，不是，公义好像判别你是对你是错，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一定要讲到爱。才能讲到这我们所谓的公平公义，这个才是有意义。这是基督教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说到了要是非的爱，有是非一定心中要有爱。如果没有爱的话，那种是非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好，我要介绍一个人，可能大家不认识他，好像是军人，是不是？不是啦。他是军中的牧师，他叫做他就是那个东正教，他是军中牧师最高的，他叫做Father Andrew Sarensky， 这位神父，他呢自从乌东战争好几年前就一直在军中当牧师，安慰了相当多的人。他最近接受美国的那个公共电视的采访，我有看了，我听得很感动。他这几年在做什么？他就要强调这些。他的使命是怎样？帮助军队保护他们的人性。有没有人性啊？你不能枪打那些就一直拈花，不是这样。发动战争不是这样，而是好像我们看起来军队好像是纪律严明的，
更应该要有人性。他强调是这一点。最近他受到公共电视的访问啊，我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啊。他讲这段话，他讲很多了，我只取这段话。说当一个国家侵略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时候，你不起来抵抗，就是在杀害生命；没有起来保护人性，就是在摧毁人性。一个很有爱心，我看到很多图片，我很感动。在军旅军中的军牧很重要，帮助他们心灵得到安慰，更教导他们：你是人呢，你是人呐，你不是杀人的机器啊，你不要忘记了啊。但是他也讲了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很困扰，但是我是认为他讲的是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好，另外我还是要扩大这个爱，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所以抱歉，我们继续下去。他怎么说起这个爱？乌克兰是东正教，可能我们不大清楚东正教。俄罗斯也是东正教，乌克兰是东正教。然后他们的东正教整天强调以人道待人。你看这个是俄罗斯的士兵他是穷完兵充员兵是知不知道？义务役的啦，因为派一大堆义务役的进入战场了。然后说没有，普京说没有，其实都一大堆义务役的。他们以为是以前那个救火团的活动，到乌克兰去救火团参加那个就没想到是去打仗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打，被抓了。来，乌克兰人借你手机打回家。他哭着，有这种东西在战争里面，机关枪是无情的，更应该要讲爱，这就是阿嘎培的爱。另外我要强调一下，我们的爱不是这个爱不是只有人对人，基本上这个阿嘎培我们了解是人对人，但是在这个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够了。如果推演这个爱，耶稣基督的爱也会爱到全世界，甚至不是人的世界他也爱，对不对？对呀，上帝的爱是无所不在的爱。好了，我们发生什么问题？他说2050年塑胶会被人鱼比鱼还要多。然后中国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垃圾国。这个不讲。这就是什么？我们一直在破坏我们的大自然。大自然是不是上帝所爱的对象？是不是？也是啊。不要忘记了，这个爱扩大了。我们真的要帮我们的上帝，要扩大这个爱。可是圣经没有讲到，但是我们真的要扩大这个爱。这个爱已经包含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创造物了。所以当人类越来越软化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还有时间战争，这个很奇怪。因为这个软化越来越严重了，越严重，太多这种骗子了。现在天灾不断，你没有办法挡了。我们要设法看要怎么办。因为时间坦白说已经不多了，我们要真的很努力了。你看我们看现在不是大水就是火烧，那个烧森林这我曾经住在这住2年，住2年的旧金山，我从来没看过这种旧金山。我不知道有没有去看美国的旧金山，这是金门大桥，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画面，吓死了。这变成有可能这还是1-2年前的事情，有可能越来越多。各位，当我们重新再了解上帝的爱，你要怎么怎么说？你们说这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因为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学者该这么说，地球第6次灭绝快来临了。因为原来地球灭绝有第6次，地球会不会不见？不会，但是人会不见。你就这很奇怪了，为什么这样？人类所造成的，对不对？上帝没有对自然有爱吗？有爱，绝对有爱。
这个阿嘎培就跟我们说，上帝爱是超越一切的爱。我们太过这个使用自然的资源太严重了，我们要怎么办？怎么样实行爱？牧师在这里说，也邀请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努力。我时常说了，我的口袋一定有塑胶袋。你不是说不能用塑胶袋，我这个塑胶袋一个至少使用5次以上。你可以这么做啊，这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你都可以做到啊。因为这个塑胶，刚才有说了，全世界有可能被塑胶掩埋，甚至海洋也会掩埋。那这样的来说的话，我们要怎么实行上帝的阿嘎培？怎么追求？这是其中一点不是很重要吗？好，这个阿嘎培爱不是只有对人，不要这就说到了对整个大自然，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也临到他所创造的一切。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慈悲，天父的慈悲，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怎样？我们也才能有资格像经文所说的，成为上帝的儿子。我希望通过这些这也是这个课程，也是我在神学院在教的环境伦理伦理的问题，帮助大家扩展这个爱，让这个爱真的是遍行到我们整个宇宙之中。我们怎么做爱？做这个爱，实行这个爱，需要我们一起去努力。这个时间来临了，不是只有人跟人之间更应该爱，没有错，还有对我们的生活周遭环境也一样实行这个爱，我们才有知道，才有资格称为上帝之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也感谢你不止创造我们，也创造了这个大自然。但是我们有实行你这个阿嘎培的爱吗？你要我们这样实行，才会成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很软弱，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是代表神学院来了所以还是要看神学院一段影片了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和乐台语版我们注意听一下。
信仰教育受装备了后，会当伊到伫社会啊，是讲教会会当真正好真正，会当落实，甚至会当有人讲恶的甲因的拢会当连结，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事。好，就到这里神学院台北神学院已经立案成为男神神学院不过这几年立案以后面对的很多的挑战不过神学的教育最主要是要训练未来的工人，何尝很大？我们台湾何尝很大包含我所说的要怎么传达这种意象，上帝国的意象，这很重要的。忠心于主，忠心于教会，这是神学院最重要的目标。神学院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地方服事，在我们全国各个地方，需要大家继续为神学院来祷告，也希望有志青年，我们台南府城什么不多，小吃最多，希望来。太方便了，真的是太方便了，动不动就去吃外面就吃到人家要排队的小吃，不过你去来读书不用礼拜六、礼拜天跟人家去挤，不用，白天可以去，很方便。也希望我们的同学，有志于，不是同学而已啦，我们现在学生有一位是70岁的，他来读神学院，读立汉的神学院那边，都欢迎来。还有神学院是我们的宣教师来的时候就买在那里了，已经100快50年了，也希望现在很多的教育很想去看我们神学院，因为什么都是古迹，人不是古迹而已什么都是古迹希望大家来，真的很欢迎我们。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去过了我们很多从北到南东部都有教会的人去参观，欢迎也欢迎游牧师带领团队一起来，很欢迎更欢迎有志的人，真的要献上给上帝的人，就像撒母耳的母亲汉娜一样，把撒母耳献上。撒母耳好好的学习，真的有学习到了，不是他的老师以利的儿子，不是，他真的学习好的。我希望我们一起请你为神学教育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不论南神、台神、玉神，什么神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为神学教育祷告。希望我们训练的同工真是有志于宣扬上帝国的我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也代表神学院向大家献上我的感谢献上我们学区的感谢谢谢大家。好，我们
我们一起起立，好来吟唱回应的诗歌，这圣诗546首，好。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愿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以及圣灵的安慰激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阿们，阿们。请坐。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愿上帝的平安、上帝的恩典与大家同在。我们彼此来祝福。